嘛是爱保持原貌，来看到台中后里8号磅空，因为有敢若电影《新闻少女》山洞的场景，最近有够穿，一寡少年家特别来遮行大翕相拍卡，也毋过有一寡人一个坐磅空内底铁基路粪扫嘛规世界，磅空的壁也有人黑白刻字世界吞达。 一张一张真奇幻、真水的相片伫咧网络顶传，青色的宣传，阁有树仔，将磅空口变做是真青翠。这个地点就伫咧台中后里，有100年历史的8号磅空，真美丽的景致，就敢若是今日去日本动画《新闻少女》的故事内底神秘的景点来表红，声袂少民众来咧翕相拍卡，嘛互人来迫害。 抬头看，磅空的壁红刻真侪中文也是英文的字。若看对涂骹、塑胶袋啊、卫生纸、塑胶杯啊、粪扫一堆，拢总是游客留落来。还蛮多那种老旧的废墟什么，就是其实有点可怕，就是很像那种神隐少女的那种隧道，就是拍起来的效果还不错。我们是提醒因为那个不是一般的游乐场所了，这个领域是没有开放，或者说一般民众如果进去，也不要破坏这样子的环境。管理单位代替讲，8号磅空因为已经无火车咧行，所以袂定定来维护，只有3不5时来巡视，就是行的时间久无整理，民众入去会有危险。为着保护磅空的完整甲民众的安全，一定伫咧8号磅空口来设徛牌禁止游客入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